如果你近期要北上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完先出發。唔係講笑，因為今次深圳地鐵安檢嘅收緊程度，係我呢幾年見過最誇張嘅一次，直頭可以話係戒嚴級別。未出發先興奮，你分分鐘未入到地鐵站，已經一肚火，仲要可能俾人沒收晒啲貴重物品。今日我會同你逐樣拆解，到底發生咩事？安檢點解突然咁嚴？邊啲你以為好安全嘅日常用品，會成為過安檢嘅頭號殺手？仲有最重要嘅，我會話俾你聽4招終極應對攻略，等你唔使企喺度排隊排到懷疑人生，睇住自己幾百蚊買返嚟嘅嘢俾人丟落個大箱度，欲哭無淚。我係你嘅大灣區出行老友，呢個頻道專門幫你避開所有北上中伏位，記得訂閱。我哋開始啦。首先講下究竟發生咩事。深圳地鐵安檢其實一路都存在，但以往大家習慣咗嗰種模式，就係你孭住個細袋，可能安檢員望你兩眼，甚至揮手叫你直行直過。尤其係啲非繁忙時段，好多人嘅體驗係逢3抽1，或者你個袋細過 A4 紙佢都費事理你。但由呢幾個禮拜開始，唔好意思，成個規則忽然之間翻天覆地。我上個星期5晚過關，由落馬洲搭地鐵去會展中心，一入到站，我以為自己睇錯，成條安檢通道前面排咗4-5圈嘅蛇餅，每一個人，記住係每一個人，無論你係拖住大行李篋嘅旅客，定係淨係拎住個手機嘅後生仔，全部都要過安檢。你個環保袋要過機，你個裝住飯盒嘅擁抱袋要過機，你個透明膠袋裝住啱啱喺商場買嘅衫都要過機。安檢員企喺度，面不改容，不斷重複一句說話：請將所有包裹放上傳送帶，液體請取出檢測。就係呢一句，令到成個地鐵站嘅入閘速度急劇下降。以前我過關之後駁地鐵，由落馬洲入閘到上車，5分鐘之內一定搞掂。但而家呢？你預起碼要排20分鐘，甚至半個鐘，視乎你撞唔撞正高峰。咁點解突然間會變成咁？我翻查過官方嘅講法，深圳地鐵同深圳公安發布嘅信息，大概就係話為咗進一步加強公共交通運輸安全，根據上級部門嘅指示，全面加強對違禁品同限制攜帶物品嘅查處力度。佢哋冇講得好白話係咩具體事件觸發，但係大家心知肚明，通常呢啲大規模嘅升級行動，都係同近期嘅安全形勢評估有關，可能係內地偵破咗一啲潛在嘅安全隱患，又或者係配合某啲大型活動或者重要日子嘅安保演練。有業內朋友話，可能係因為發現近期有啲乘客攜帶危險品嘅情況增加咗，所以索性一刀切，一律嚴查。無論背後原因係乜，作為乘客嘅我哋，就要接受一個現實，即係由呢一刻開始，你入深圳地鐵站，就等於要經過接近機場級別嘅安檢，唔好再有任何僥倖心理。大家喺網上嘅反應真係好有共鳴，你碌下小紅書、微博，甚至香港嘅討論區，成版都係呻爆嘅貼文。有位網民話，佢帶咗支未開封嘅名牌防曬噴霧，諗住咁新未用過一定冇問題啦，點知俾安檢員一手攔低，話容量超過150毫升，必須丟棄。佢話支嘢買咗300幾蚊港紙，當場成個心碎晒，望住安檢員隨手就拋落一個巨型嘅沒收箱，個箱入面仲見到有茅台酒、有洗頭水、有蚊怕水，成個垃圾桶咁款。又有個男仔分享，佢個行動電源個殼跌過落地，有一條好細嘅裂痕，冇影響使用，佢自己都唔覺有問題，點知安檢員一見到，即刻話外殼破損有短路風險，要沒收。佢同安檢員理論，話舊電明明用到，點解要收？對方一句就駁反佢，先生，你呢個屬於有安全隱患嘅鋰電池，唔可以帶入地鐵，如果你堅持要帶，我哋需要報警處理。嚇到佢即刻掉頭走。仲有位攝影發燒友帶住支重型金屬三腳架，諗住去深圳灣影日落，結果俾安檢員截低，話呢個可以當攻擊性武器，要求佢拆開檢查，仲要登記身份證，搞咗成10幾分鐘先放行。佢話以後都唔敢再帶咁大支腳架搭地鐵。仲有好多奇怪嘅案例，有人帶咗個氫氣球俾小朋友，入閘嗰陣話氫氣易燃，
要即刻放棄或者丟棄。小朋友喊到拆天，阿媽尷尬到爆。有人帶咗個吉他，裡面有幾粒後備弦線同埋剪弦用嘅小鉗。安檢員話個鉗屬於利器，要沒收。佢話我嗰把係剪弦專用架喎，唔係武器，但冇用。規定就係規定。呢啲故事你睇完可能會覺得好荒謬，但係喺今時今日嘅深圳地鐵，全部都係真人真事。咁到底邊啲物品最容易中招呢？我而家就逐樣同你詳細講解，你最好一邊聽一邊望下你平時用開嗰個背囊，因為以下呢幾類嘢係今次安檢風暴嘅重災區。第一類，亦係最多人賴嘢嘅，就係行動電源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尿袋。深圳地鐵對於行動電源嘅攜帶規定，其實寫得好清楚，但係因為好多人冇仔細研究，所以成日中招。根據規定，單個行動電源嘅額定能量唔可以超過100瓦時，即係100 Wh。如果超過100 Wh 但唔超過160 Wh，就要經過營運單位批准先可以帶。但係實際操作上，你唔好諗住安檢員會慢慢同你審批，多數會直接拒絕。超過160 Wh 嘅嚴禁攜帶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我個尿袋上面淨係寫住幾多碼價喎，冇寫 Wh 點計呢？呢度有條好簡單嘅公式你要記住，瓦時等於毫安時除以1000，再乘以電壓。一般鋰電池嘅標準電壓係3.7伏特，即係話如果你個尿袋係1萬毫安時，計出嚟就係1萬除以1000乘3.7，等於37瓦時，完全安全。如果係2萬毫安時，即係2萬除以1000乘3.7，等於74瓦時，呢個都係安全嘅。但係如果你用緊嗰啲3萬毫安時嘅巨無霸快充尿袋，3萬除以1000乘3.7，就等於111瓦時，呢個就超過咗100瓦時嘅界線。你就算同佢拗，都拗唔入，因為規定就係規定。同埋呢度仲有3個隱藏殺機，係好多人完全忽略嘅。第一個，標示唔清。你個尿袋用咗1年半載，底嗰張規格貼紙磨到甩色，甩到睇唔清楚容量同電壓，甚至乎有啲雜牌尿袋根本連張標籤都冇貼好。安檢員一見到咁嘅情況，佢唔會同你客氣，會話無法辨識產品規格，為咗安全起見，唔可以帶入站。你點解釋都冇用，因為佢要對乘車乘客負責。第二個，冇3C 認證。呢樣嘢近年內地查得好緊，尤其係電子產品。如果你個尿袋上面揾唔到3C 標誌，特別係嗰啲喺淘寶求其買嘅不知名平價超大容量尿袋，好大機會被判定為3無產品，有安全隱患，直接沒收。你話我喺香港買㗎，佢唔理你，冇3C就係唔合規格。第三個，外殼有破損。呢個真係好多人覺得無辜，但係又真係冇得駁。如果你個尿袋曾經跌過落地，個角崩咗少少，或者個殼有啲裂痕，甚至係有啲微微鼓起，安檢員一見到就會話外殼破損可能導致內部鋰電池短路。喺地鐵車廂呢種密閉空間，一旦自燃或者爆炸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佢哋唔會俾你帶入站，你一定要當場丟棄或者揾人拎走。講到尾，安全考量凌駕一切，就算你覺得舊電仲好地用到，佢哋都唔會冒呢個風險。第二類高危物品就係噴霧類產品。各位女士同埋有使用開噴霧習慣嘅朋友，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度講嘅噴霧包括防曬噴霧、補水噴霧、定型噴霧、止汗香體露、香水噴霧，甚至係你以為好普通嘅蚊怕水。規定係好明確嘅，凡係含有易燃成分嘅自噴式壓力罐，單瓶容量超過150毫升嘅，嚴禁攜帶。就算你嗰支係150毫升以下，你帶嘅總量累計都唔可以超過600毫升。點解呢類產品咁高危？因為大部分呢啲壓力噴霧罐入面都充咗丙烷、丁烷呢類易燃氣體作為推進劑。你試想象下，夏天嘅地鐵車廂，人多擠迫，溫度又高，如果你個袋俾人逼一逼，唔小心辣到個噴嘴，又或者附近有咩靜電火花，係有爆燃嘅風險。加上地鐵係地下封閉空間，一旦起火，
濃煙同毒氣會迅速蔓延，逃生極度困難，所以安檢對噴霧嘅管制係零容忍。你可能會話，我知防曬噴霧係貴價貨，未開封價，係全新價，點解都唔俾戴？唔好意思，規定係睇包裝上標示嘅容量，而唔係睇你用咗幾多，或者你開咗風味。只要個樽身印住大過150毫升，或者你冇標籤睇唔到容量，佢都會拒絕。香水都一樣，有啲大支裝香水都係噴霧設計，如果你帶住一支200毫升嘅名牌香水過安檢，一樣會俾人攔低。仲有有啲便攜式香水少樣，細細支嗰啲，如果包裝上面有個火焰標誌，代表佢係易燃液體，就算容量細，安檢員都會特別注意，有機會要求你攞出嚟檢測。蚊怕水都係，好多蚊怕水都係壓力罐包裝，同樣受150毫升限制。所以如果你計劃夏天北上，最好就唔好帶呢類噴霧，改用其他替代品。呢樣我會喺攻略部分詳細教你點做。第三類常見中招物品，就係嗰啲你以為好冇害嘅尖銳物品同工具。呢度係一個好大嘅認知誤區。好多香港朋友，尤其係男仔，習慣喺鎖匙扣上面掛一把裝飾用嘅小刀，或者喺背囊暗格放一把萬用刀，甚至係一個指甲鉗套裝入面嗰把小銼刀同小鉸剪。呢類物品，今次真係成為沒收嘅重點目標。根據規定，管制刀具係嚴禁攜帶嘅，而所謂管制刀具，包括匕首、彈簧刀、帶有鎖定裝置嘅刀具等等。就算你嗰把係好細把，好似玩具咁款，只要佢有刀尖、有鋒利嘅刀印，安檢員就有權判斷佢為管制刀具以外嘅利器，而呢類利器，營運單位係可以禁止你攜帶入站嘅。你可能話，我呢把係萬用刀，我只係用嚟開紙箱，或者我嗰個指甲鉗套裝，把錯都得2厘米長，點會傷到人？但係你試諗下，佢哋嘅角度係，任何有可能喺車廂內用嚟傷害他人嘅尖銳物件，都需要被嚴格管控，因為地鐵嘅安全係最高級別。有朋友分享，佢帶咗一套德國雙立人嘅指甲鉗套裝，裏面有把小指甲銼刀，佢覺得好冇害啦，點知過安檢嗰陣俾人抽咗出嚟，話要沒收嗰把銼刀。佢同安檢員講，呢套嘢賣咗幾百蚊，唔可以淨係收咗把銼，不如成盒俾返我啦。結果對方話，你可以選擇成盒丟棄，或者淨係丟棄違規部分，你自己揀。佢最後眼白白望住把精緻嘅銼刀俾人丟落個大箱，心痛到而家都記得。仲有自拍神棍同三腳架，理論上係可以帶嘅，但係如果你嗰支係重型金屬三腳架，安檢員會認為呢件物品可以用作攻擊性武器，有權要求你打開檢查，甚至要求你登記身份證件，或者索性拒絕你攜帶。有攝影發燒友話，佢嗰支碳纖維腳架都俾人截停，要解釋一大輪先放行。無人機嘅螺旋槳葉又係重災區，因為槳葉邊緣鋒利，有時會被當作潛在危險品。安檢員會問長問短，你最好拆落嚟放喺行李篋入面，唔好就咁揸住。另外一啲你完全估唔到嘅物品，例如大功率嘅電器，如果你帶住個內置電池嘅直髮夾，又係要跟反尿袋嘅規矩，電池容量唔可以超過標準。酒精飲品，如果你帶住未開封嘅茅台或者五糧液，地鐵有時參照國鐵標準，每人限帶2支，但係如果你嗰支係散裝嘅，冇標籤嘅農家米酒，就一定唔得。仲有氫氣球，呢個真係搞笑但係真嘅，好多家長帶小朋友去完主題公園，買咗個靚氣球，轉頭要搭地鐵，安檢即刻阻止，因為氫氣極易燃，喺車廂爆咗會引起恐慌，所以係嚴禁攜帶。小朋友喊到聲沙，你都冇辦法。講完呢啲中招物品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無奈，咁我點樣先可以順利過關，唔使排長龍又唔會冇晒啲嘢呢？以下就係我最嘔心瀝血整理嘅4招終極應對攻略，每一招都係用血汗同時間換返嚟嘅經驗，你一定要聽真。第一招，出發前嘅安檢級檢查清單。呢招嘅精髓就係要你喺屋企門口，仲未出發之前，就將所有可能引起麻煩嘅嘢全部解決。你唔好諗住到時先算，
因為你一入到地鐵站，人多氣氛緊張，你好容易做錯決定，同埋根本冇時間俾你慢慢執。先講行動電源，你要做到3個看清楚。第一，看清楚標示，確保你個尿袋嘅底部或者側邊嗰張規格貼紙係清晰可見，冇磨損，冇甩色。如果張貼紙已經磨到睇唔到，又或者你個尿袋本身係冇標籤嘅雜牌，我強烈建議你索性買過個新嘅，唔好為咗嗰100幾十蚊嘅尿袋，搞到自己俾人沒收，仲要冇得叉電。你寧願去深圳嘅小米之家買個正正規規、標示清晰、有晒3C認證嘅尿袋，人仔都係幾十蚊起，當係買個安心。第二，看清楚認證，望下有冇3C標誌。好多香港買嘅尿袋未必有3C，因為3C係中國大陸嘅強制性產品認證。如果你揾唔到3C標誌，我會建議你嗰個尿袋留喺香港用，唔好帶過關。而家內地大牌子，好似小米、羅馬士、綠聯呢啲，全部都喺包裝同機身上大大隻字印住3C認證，安檢員見到通常都唔會再刁難。第三，看清楚瓦時，同埋預先計好數，記住條公式，毫安時除以1000，再乘3.7。你最好喺屋企用計數機篤一篤，知道自己個尿袋嘅瓦時數。穩陣起見，我建議大家攜帶2萬毫安時或者以下嘅尿袋，咁就一定喺100瓦時之內，完全唔使擔心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帶一個大容量嘅尿袋，例如啱啱喺100瓦時至160瓦時之間，咁你就一定要做足準備。你最好打印定一張清晰嘅產品規格說明書，或者喺手機預先下載定官網嘅規格頁面，去到安檢口嘅時候，未等佢問你，你就主動出示，並且好有禮貌咁話：你好，我呢個行動電源係 XXX 瓦時，請問係咪需要登記或者批准？好多時你主動申報，佢見你咁合作，反而會容易啲放行。但係如果佢話都係唔得，你都冇辦法，都係建議你帶細容量嘅最穩陣。再講噴霧類產品，出發前你一定要做一次徹底嘅斷捨離。最佳嘅做法就係改用非壓力罐形式嘅替代品。防曬，你用乳液狀嘅防曬霜，或者而家好興嘅防曬棒，呢類產品完全冇易燃氣體問題，你可以大安旨意咁帶過關，安檢完全唔會理你。如果你一定要用噴霧，請你喺屋企企硬，望清楚支嘢上面印住嗰個容量數字，大過150毫升，直接放棄，留喺屋企，唔好帶。就算係100毫升或者以下，你都要望下有冇火焰標誌，如果有，都要小心，盡量唔好帶。蚊怕水，你改用走珠裝或者蚊怕膏，效果一樣咁好，但係就冇咗安檢嘅煩惱。香水，市面上有好多走珠裝或者暫除式嘅香水小樣，你可以去無印良品或者那間買一啲細細個嘅分裝瓶，將你中意嘅香水倒落去，呢啲唔係壓力罐，安檢係容許嘅。仲有髮膠或者定型噴霧，髮膠你可以改用髮蠟、髮泥呢類產品，定型噴霧就真係冇辦法替代，你就要取捨，唔帶得就唔好帶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帶噴霧，而又未開封，你可以考慮一個方法，就係將佢寄倉。如果你係經口岸過關之後，要去深圳機場搭內陸機，呢啲噴霧就算地鐵俾你過，飛機都一定唔俾你手提上機，你一定要寄倉。所以你倒不如一開始就用行李篋裝好，然後直接搭的士或者巴士去機場，避免搭地鐵。如果你淨係喺深圳玩，唔搭飛機，咁你就真係冇藉口帶噴霧啦。至於工具類，更加要狠心清零，將你鎖匙扣上面嗰把裝飾小刀、個萬用刀，同埋背囊暗格嗰把鉸剪仔，通通留喺屋企。唔好覺得可惜，因為你帶住佢哋過關，90%會俾人收，到時你仲心痛。指甲鉗，你可以帶嗰種最簡單，冇任何附加工具嘅指甲鉗，或者索性唔帶，去到深圳便利店買個10蚊人仔嘅平價貨，用完即棄，完全冇負擔。攝影朋友，腳架最好用碳纖維輕便型，而且要收入專用袋，唔好大支咁揸喺手度。冇人機嘅螺旋槳要拆落嚟，同機身分開擺放，
電池就跟尿袋規矩，咁就萬無一失。呢個出發前清單，你可以喺手機寫低，每次北上之前跟住檢查一次。養成習慣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過安檢可以好輕鬆。第二招，時間管理大師，點樣減少排隊時間？安檢嚴咗，係事實，我哋改變唔到政策，但係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嘅出行時間同路線。先講時間，你一定要避開死亡高峰。星期六日同假期，北上嘅高峰通常係早上11點前，因為好多人鍾意瞓醒就出發去飲茶或者去行街。呢段時間，由落馬洲、羅湖過關嘅人流極之龐大，駁地鐵嘅安檢口會排到你想喊。另一個高峰就係下午4點至晚上8點，因為呢段時間係大家玩完一日，開始由深圳各區出動去食晚飯，或者南下返香港嘅時候，地鐵站一樣逼爆。如果你想避開呢啲高峰，可以考慮幾個黃金時段。星期六下晝2點至4點，呢個午後空窗期係最舒服嘅，因為食晏嘅人已經散咗，食晚飯嘅人又未出動，安檢口通常人流少好多，你行快2步就過到。如果你唔怕夜，晚上8點半之後先搭地鐵，安檢壓力都會大減，因為大部分家庭客已經返晒屋企。平日嘅話，你要避開深圳本地嘅返工放工時間，即係早上7點半到9點，同埋傍晚6點到7點半。尤其係江夏北、車公廟、會展中心呢啲轉線大站，你同啲西裝友都有一齊逼，唔單止排隊內，成個大堂都係人，空氣又悶熱，你未上車已經冇咗半條命。再講地點，揀對口岸同地鐵閘口都可以幫你慳好多時間。羅湖口岸同福田口岸出嘅地鐵站係安檢長龍嘅重災區，因為呢兩個口岸人流最大。如果你想舒服啲，可以考慮深圳灣口岸。深圳灣出關之後，你係要搭巴士或者的士，唔會即刻接入地鐵站，咁你就避開咗地鐵站頭嗰陣最恐怖嘅安檢人潮。不過你要留意，巴士站都可能要排隊，但整體嚟講，心理壓力細好多。皇崗口岸都係要搭黃巴士或者的士，仲有近年新興嘅蓮塘口岸，呢個口岸真係暫時嘅清泉，過關快，人流相對少好多。過咗關之後接駁地鐵2號線，站廳通常唔多人，安檢排隊輕輕鬆鬆。如果你由北區出發，蓮塘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。喺地鐵站入面，揀邊個安檢口都有學問。通常大堂正中間，最就手嗰幾個安檢口，因為最顯眼，最多人排。你可以試下行去距離出口最遠嗰個安檢口，或者係站廳兩側盡頭嘅入口，好多時呢啲位係少人啲。仲有，你排隊之前，先觀察下邊條隊嘅安檢員手腳最快，有啲安檢員效率高，好快就放人，有啲就好仔細，每樣嘢都問長問短。你睇定先，揀條快隊，隨時慳你10幾分鐘。第三招，萬一你真係俾人截查，點樣正確應對？呢個係好多人忽略，但係極之重要嘅心理戰。你被截低嗰一刻，你嘅態度會直接影響你件物品嘅命運。首先，你一定要保持冷靜，唔好第一時間黑面，或者大大聲咁話，我之前都係咁帶㗎，點解而家唔得？你咁樣嘅態度，等同挑戰佢嘅權威，佢一定會更加強硬。你應該點做呢？即刻面帶微笑，主動行埋去，用溫和嘅語氣問，你好，請問係邊樣物品唔符合規定啊？然後自己打開個袋，俾佢檢查，唔好等佢命令你。你嘅合作會令到成件事嘅緊張氣氛降低一半。安檢員都係打份工，你對佢客氣，佢都唔會特登為難你。如果佢指住你個尿袋，話容量超標，但係你清楚知道自己計過數，係合規格嘅，你就要據理力爭。但係記住，據理力爭唔係同佢嘈交，而係好有禮貌咁指出事實。你可以話，唔好意思，我呢個行動電源嘅規格標示喺呢度，佢係74瓦時，係喺100瓦時嘅規定以內㗎，麻煩你再確認一下。咁樣講，佢通常會再望一次，如果真係合規，就會放行。如果你支噴霧係120毫升，佢話你超標，你都可以立即指出，
話根據標示容量並未超過150毫升。但係如果你件嘢真係違規，例如支200毫升嘅防曬，或者你把多用途刀，咁你就真係要接受現實。呢個時候，你有兩個選擇。第一個選擇，即場自棄，直接掉落沒收箱，然後懷住悲傷嘅心情離開。呢個係大部分人都會做嘅選擇，尤其係你趕時間嘅話，唔好浪費時間糾纏。第二個選擇係即刻打電話叫你朋友出嚟地鐵站口幫你拎返件嘢。安檢員通常會俾你咁做，但係你要自己行返出去閘外，確保你朋友喺合理時間內到。不過根據我嘅經驗，你朋友9成9都未起身，或者根本唔得閒理你，所以呢個選項係好難成功嘅。有一點你一定要記住，地鐵安檢同機場安檢完全唔同。地鐵係冇寄存服務嘅，你唔可以填張 form 之後反轉頭拎，又或者叫佢寄返俾你。呢個係最大誤區。你以為可以好似機場咁，違禁品可以暫存？唔好意思，地鐵冇呢支歌仔唱。你一旦放棄咗件物品，佢就永遠消失喺你生命入面。如果你真係非常唔甘心，覺得安檢員嘅決定唔合理，你可以要求記錄佢嘅編號，然後打深圳地鐵服務熱線去投訴或者反映。但係講真，呢個流程好漫長，而且你得到嘅回覆多數都係根據相關安全規定執行，你最後都係得個吉。所以與其事後投訴，不如事前預防。第四招，終極替代方案，幫你無痛轉型。呢一招係由根源解決問題，令你以後唔使再擔驚受怕。行動電源方面，如果你成日北上，我強烈建議你買一個北上專用尿袋。你唔需要買最貴，只需要買一個大牌子，標示清晰，有3C認證嘅款式。小米嘅行動電源基本上全線都係100瓦時以下，標籤又清晰，安檢員見到小米幾乎唔會再問。綠聯嘅產品有啲型號仲特登喺包裝大隻字寫明符合航空攜帶標準，你帶住佢過地鐵安檢，直頭係通行證一樣。羅馬士都係一個好選擇，價錢平，規格清楚。記住，唔好再貪平去華強北或者淘寶買嗰啲不知名嘅5萬毫安時怪獸級尿袋，嗰啲冇認證，冇標籤，外殼又脆弱，你一定中招。你買個正規牌子，可能都係100蚊人仔左右，當係買個長期嘅安心。噴霧產品嘅替代方案就係即樽分裝大法。你去無印良品、拿干或者淘寶買一啲細個嘅按壓式即樽或者真空分裝瓶。呢啲樽係用按壓或者擠壓方式出液體，完全冇氣體壓力，唔屬於自噴式壓力罐，所以不受噴霧限制。你可以將屋企大支裝嘅防曬乳液、爽膚水，甚至卸妝水倒入去呢啲分裝瓶入面。只要每個樽嘅容量唔好太大，一般液體地鐵係冇嚴格限制容量嘅，除非係酒精或者其他易燃液體，你就可以放心攜帶。香水都可以用酒珠樽或者暫隨式嘅分裝樽。呢個方法既慳位，又可以順利過安檢，仲可以支持環保。唔使成日買旅行裝，蚊怕水，你買酒珠裝，直接搽喺皮膚，效果仲持久過噴霧，而且唔怕噴到周圍都係。如果你只係去深圳食餐飯，行下商場，其實你可以考慮輕裝上陣。有時一個細手機包，裝住電話、回鄉證，同埋一個信用卡咁大嘅超薄尿袋就夠晒。你唔使帶咁大個背囊，行步路都快啲。過安檢直頭可以一手拎起個細包放相機，幾秒搞掂。當你兩手空空，你會發現原來自由嘅感覺係由唔使排隊安檢開始嘅。好啦，以上就係4招全攻略。最後，我想解答幾個觀眾成日問嘅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係咪淨係假期先感染？過咗呢個風頭會唔會鬆返？根據以往經驗，呢類高壓安檢通常有階段性，可能係配合某啲百日安全行動，但係今年整體嘅安全環境同執行力度明顯比往年嚴格。我嘅建議係唔好抱有僥倖心理，與其搏佢鬆手，不如將今日我講嘅合規標準當成常態化嘅要求。
你準備好自己，就任何時候都通行無阻。第二個問題，香港轉深圳，出邊個口岸人少啲？安檢標準係全市統一嘅，唔存在邊個站特別鬆。但係人流方面，蓮塘暫時係最好嘅選擇，深圳灣都唔錯，因為唔會即刻接入地鐵。羅湖同福田就真係好多人。第三個問題，帶小朋友或者 BB 車點算？帶小朋友會有酌情空間，但都係要檢查。BB 車要過 X 光機，如果太大過唔到，會有安檢員用手探測器檢查。液體奶粉或者沖好嘅奶，通常要求你當場飲一啖，或者用液體探測儀檢測，唔會唔俾你帶 BB 必需品，但係會檢查得仔細啲。最後，我想邀請大家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你最近嘅親身經歷。無論你係中過招想揾人安慰，定係有最新嘅過關貼士，都歡迎留言。我哋一齊整個深圳地鐵避雷互助區，等大家北上都可以順順利利。好啦，睇到呢度，你已經係半個深圳地鐵安檢專家。我哋重溫一次呢4招。第一招，出發清單要跟足，尿袋噴霧要認清。第二招，避開高峰揀啱路，時間管理係王道。第三招，截查冷靜態度好，據理力爭要證據。第四招，替代方案要學識，輕裝上陣最無敵。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每一個準備北上嘅你，唔使再喺安檢口前面企咗喺度懷疑人生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分享有用，幫手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呢個頻道，仲有冚埋隔籬個鐘仔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嗰個成日中伏、成日帶違禁品北上嘅朋友，夠得一個得一個。下次想睇邊個主題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